各位標迷你哋好啊！好似不久之前啊，先介紹過一個新嘅烏克蘭乘以新加坡嘅小眾牌子啦，叫做 Horizon 啊。咁但係今日咧又要講 Horizon 啊，點解成日都 Horizon 嘅？咁呢一個咧就唔係 Horizon 嘅手錶嚟嘅，其實就係思鳩海鷗嘅手錶，但係咧呢個系列啊就叫做 Horizon Chronograph 啊，哇叫水平計時手錶啊！咁啊呢隻錶咧就係43mm標徑嘅，14mm 後左右啦，標二去標二咧就49mm 嘅，見到佢都有個7速計啦，仲有紅色，某啲數字有紅色啦，咁仲有咧中字計時秒針啦，同埋3時位置累計都係用紅色嘅，計時就紅色啦。咁我而家咧就拉出咗錶冠啦，就校緊時間嘅。咁見到咧計時秒針個 counterbalance 咧，其實就係個細嘅飛機仔喺度嘅。呢隻錶咧仲係手上鏈計時手錶嚟㗎。用嘅機芯當然就係海鷗自家機芯啦。咁我已經撳咗2時位置嘅計時按鈕啦，見到啦。紅色嗰支中字計時秒針就喐緊啦，架飛機咧亦都喐緊啦。累計一陣再睇下，咁呢一個設計咧就係白色錶面、黑色嘅10 dial 啫嘛，熊貓設計嚟嘅，有 double bushes 啦，蝴蝶扣打開見到做透底啊。呢個就係海鷗嘅 ST19嘅手上鏈機芯嚟嘅，咁我亦都上一上鏈俾大家睇下，同埋佢寫住啊50米防水啦，再加埋鈦金屬殼同埋帶啊，哇！所以呢隻錶咧仲犀利喎，手上鏈計時啦，仲有鈦金屬嘅殼同埋帶，超勁啊！咁啊，亦都俾夜光大家睇下啊，咁啊指針咧小時刻度啦，秒針 counterbalance 嗰個飛機好似都有夜光嘅喎。真係幾得意幾精緻喎！啲數字嘅設計咧，就令我諗起 Breitling 嘅手錶嚟嘅。咁除咗頭先黑白相間嘅版本之外咧，仲有呢一隻啊，白色再加紅色，哇！成個日本版咁樣，我相信就唔係日本版嚟嘅。不過睇落咧，即係有啲似日本嘅顏色啦。咁仲有咧就係藍面藍圈10 dial 咧，亦都係同一個色。咁當然最搶眼，我都會覺得咧。就係熊貓啊，第一隻個版本嚟嘅，咁亦都戴上手俾大家睇下。咁好啦，咁咧其實啊，呢個7速計咧，亦都可以轉嘅，但係點樣用我都唔係太清楚啊。總之咧就可以轉啦，得閒轉下咁樣樣啦。咁而家見到咧都計時計咗大概4-5分鐘度嘅，撳2時位置按鈕啦就可以停嘅。撳4時位置咧，中字計時秒針啦，同埋3時位置累計咧，亦都歸零嘅。咁啊，而家大家見到啦，呢啲錶個定價就係咧6100幾港元嘅。咁啊，大家有興趣咧，都可以去到佐敦裕華國貨入邊嘅榮記錶行啦，去睇下呢啲錶啦。或者如果你中意手上鏈計時，亦都可以睇下咧海鷗嘅1963飛行員手錶。咁當然啦，嗰啲手錶係復刻第一隻啊空軍推出嘅手錶嘛，咁所以啊，梗係復古造型噶啦。而呢啲咧43mm標徑啊，又鈦金屬咧，梗係走在時代嘅尖端啦。記得啊，去到榮記錶行同老闆或者售貨員話睇過呢個 channel 啊，一定會多啲優惠，大家都識做嘅。咁之前介紹嗰隻 Horizon 嘅手錶就係介紹佢潛水嘅系列啦。咁啊呢一次咧 Horizon 啊就係飛行員嘅手錶啦，上天下海啊！真係令到個人咧即刻想去探險啊！就算唔係咧，都去一去旅行啊！希望大家都中意我今日嘅分享啦，拜拜。